各位亲爱的兄弟，大家平安。平安。咱已经对马太福音第9章第1节已经读来到今仔日的经节27节到34节。我想即章咱读了非常清楚，一句过一句，一个段落过一个段落，一个新约过一个新约，一个事件过一个事件。咱今仔日所读的即个经节，其实咱应该是真熟。但是伫马太福音，咱今仔日所读的即个青面的，然后得到医治的，咱若注意看圣经所写的即个马太福音青面的有几个？马太福音内底，咱头拄仔所读的经节青面的有几个？两个。恁是真正知影两个，还是看我顶原写的？顶原写的，迄是我要看的，啊无我会袂记住。马太福音写2个青面，但是马可福音足特别，伊无写2个青面，伊写几个？有一个青面。但是虽然写有一个，伊阁有伊的名叫做啥物货？巴底麦，分恁看一个啊。有一个青面叫做巴底麦。这2个故事所记载的事件是同款的，但是是安怎伫马太福音写2个青面，伫马可福音敢若1个青面，啊是安怎伫马太福音内底无写着青面人的名，但是马可福音内底讲伊的名叫做啥？巴底麦。我想这2个假使若是同一个事件，无应该有差太济的记载。但是咱的圣经所记载4福音内底，就是遮尔奇妙，因为同一个事件，伫4福音内底的记载，无一定拢总同款。但是咱要安怎解释安尼？啊，这安尼要安怎来讲？到底是1个青面，还是2个青面？我想真趣味。有一个学者，伊伫遮提出一个真趣味的论点，就是讲有可能伫即个中间，青面是几个？2个，但是其中敢若1个出声讲话，所以迄个2个内底出声讲话迄个人，互人印象真深，甚至是伫马可伫伊的生命中间有同款的体会，敢会记住？马太福音甲马可福音，伊所写，互人读的对象完全无共款。马太福音写要互啥物人读的？犹太人。你看咱教会伫即个中间，通过查经甲讲道，互咱对圣经哪来有哪深的了解。啊，即个马太，伊是啥物工作、啥物职业？当时去互耶稣呼召，伊是一个捡税。拄好伫咱所读马太福音头前第9章的部分，第2个事件，耶稣就警掉即个人马太。所以马太福音警掉伫一个犹太人中间，互人上气煞的迄个捡税。但是马太伫即个中间，伊却要通过伊所写的马太福音，要互无共款的人伫遐得到。咱继续看。啊，若是马可福音的拄则。即个马可是啥物人？即个马可捌甲啥物人做伙同工？捌甲巴拿巴，捌甲彼得，捌甲保罗。然后即个人伊有可能是巴拿巴的亲戚，但是伫因传福音、出去传福音的过程的中间，可能有一寡无欢喜的代志发生，所以互保罗伫迄个中间。拒绝无爱甲即个马可即个人继续来做工，啊，其中有可能就是因为马可福音检查马可伊可能是出身伫一个真富裕的家庭，伊嘛有可能是有真侪物件伫迄个中间，因为少年无经验，所以互保罗伫迄个中间，伊认为讲，啊，你要传福音传到一半，啊，你全走去，安尼我无爱甲你继续听。总是一直到后壁，伫保罗所写的批信的中间，伊回过头来保罗即个马可，迄个其中到底发生啥物代志，咱毋知影。但是有可能，即个马可通过伊人生的经历，互伊成做一个无共款的人，伊
变做成熟，伊变做老练，伊变做伫信徒的中间，成做一个有经验的。至到即个保罗，伊伫后壁所写的回信，伊学了即个马可。所以即两个马太甲马可，其实因的人生经历甲所行的事件背景完全无同款。马太福音较属于写互犹太人，但是马可福音伫迄个中间，咱有可能透过马可即个人的眼光，伊将即两个册面内底出声讲话迄个人，伊会记住，伊叫啥物名？巴底买。所以伫马可福音内底特别记载伊的名叫做巴底买。然后即两个青年看到耶稣来。伫马太福音内底，因大声喊话讲，因讲啥物？因讲大笔的子孙可怜我。但是伫马可福音内底，伊写的是啥物？伊写的是大笔的子孙，然后佫加一个名，啥物人的名？耶稣。大笔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马太福音甲马可福音所记载有啥物无共？那就我的感觉。马太福音所讲到的是两个册面，然后甲迄个以赛亚犹太人的拯救者，迄、个要来以赛亚，伊称呼伊大笔的子孙。但是若伫马可福音内底，即、个册面有名，伊叫做巴底买。然后伊所求的即个拯救的人的名叫做啥物？叫做耶稣。马可福音内底所写到的。有较像咱个人甲上帝之间的关系。然后咱若搁看，伫马太福音内底，伊的关键，伊所记载的是讲：你信我会做即个事吗？若是和合本的圣经，伊所写的是：你们信我能做这事吗？我想即句话真好了解。你有相信我会当做即个事吗？问题是，伊遮所讲的即个事。是啥物事？是青眉人目睭想要得到医治吗？还是伊期待耶稣为伊做啥物事？伫迄个中间，耶稣转甲伊讲：你有相信我会当做这事吗？啊，若是伫马可福音，变做是耶稣去问巴底买问讲：爱我为你做啥物？结果马可福音内底，即个巴底买伊甲应啥？我要看见。这亲像个人甲上帝之间的关系。伊毋是咧讲上帝啊，毋是一个真笼统的称呼，伊是伫遐咧讲耶稣啊，你救我！主啊，耶稣啊，你救我！我是巴底买。请你伫即个众人的中间，请你看见我，看见我即个人特别的需要。所以当耶稣伫马可福音内底记载讲，我要为你做啥物？即个巴底买甲伊应讲，我要会当看见。主啊，我的生活真艰苦，我无法度面对我头前的路站，因为我看袂清，我无明。主求你为我做寡代志。互我看会着清楚。马可福音内底拢有名，然后拢真准确伫迄个中间来讲出我爱的到底是啥物。这较像个人甲上帝之间的关系，甚至是个人甲耶稣之间的关系。但是咱今日所读的福音书马太福音，伊所讲的是啥物？你们信我能做这事吗？这个你们是啥物意思？可能是两个意思。有可能是青面有两个，所以伊讲你们。然后马可福音内底敢若用，伊无特别写出来，无写着即句。但是马太福音内底伊讲，你们相信我能做这事吗？即个你们有可能是迄两个青面，但是即个你们嘛有可能是伫边仔围观看戏的遐个人。即个你们甚至是有可能是耶稣的学生。因为因伫通过马太福音第9章已经看真侪耶稣的信仰，所以当耶稣搁一摆甲伊问讲：你信我会做这件事吗？恁敢有相信？恁敢有相信？
结果即两个青梅甲印上，主啊，有怨死。即个中间的回答是啥物？即个回答是一个复数，意思就是这是一个群体的回答，这毋是个人的。伊甲马可福音内底完全无共款。马可福音是个人的，问的是巴底买，讲的是巴底买，问的是耶稣。因呢是耶稣，然后伫迄个中间是一个人甲一个人之间的关系。但是咱今仔日所读的马太福音完全无共，伊是两个人，甚至是一个群体内底的关系。马太福音最后耶稣甲伊讲什么？照着恁的信心来成全。啊，那马可福音呢？伊讲你去啊，你的信救你啊。这是单数啊，复数？看起来是一个人，所以假使若有两个青梅，讲话是巴底买，然后讲伊有相信，伊讲我要会当看见，结果耶稣甲伊应讲，你去，你的信救你。请问是一个青梅得到救，还是两个青梅得到救？我毋知影，因为我迄阵无伫遐。但是通过即个经节，我知影。你的信救了你，这是个人，因为伊敢若单数。伊在的关键在于听的人是啥物人，听佮相信的，你的信要救了你。但是那马太福音呢，照着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了吧？所以照着恁的信心，啊，这个信心有时啊可能有悬。有的人有悬有低，有的人较勇壮，有的人绝对相信，有的人淡薄仔相信。有人讲，啊，有的人是你若信，我就对你信，敢有可能？有可能。但我所看到的是啥？我所看到的是伫马太福音内底，即款的信仰，成做一个群体的信仰。伊有可能是信仰勇壮的。在牵着迄个信用软弱的，然后耶稣的应允是互所有的人，所以无论你的信仰是管理勇壮，还是管理能者，你只要伫即个群体内底，你就得到救。我想即两段的经节非常无共款。啊，若你介意对一个经节，那我今仔日我就介意马太福音。因为我发现讲，有时咱的信仰会软弱，有时咱的信仰无法度一世人伫所行的路，逐步拢遐尔的坚固，逐步遐拢遐尔的坚实。总是咱若通过兄弟姊妹互相帮衬甲扶持，有真侪物件，耶稣的应允，要通过一群人伫遐互相扶持帮衬，互相代祷，互相看顾，互即群人拢总得到。咱读即个马太福音已经读到得要结束。伫上开始，耶稣治好一个袂行的，若是马可福音写讲也都有触点，所以家己随落来。有的所在讲也有4个朋友，有的讲你的朋友，但是关键在于耶稣家己讲啥？伫马太福音内底，耶稣家己讲，你的罪赦，毋是干那要医好你的肉体尔，是挂你即个人对心神肉体、灵魂所有一切，拢总得到赦。然后咱嘛伫马太福音的第9章内底，看见耶稣呼召马太，然后呼召即个马太是甲罪人共急，所以咱迄阵讲到的是讲圣经内底常常写着讲，罪人甲扣税，这拢是同一级的罪人。但是这是上帝计划明白。然后咱嘛伫第9章内底看见着禁者，这是咱进前顶礼拜所讲的。伫禁者的中间，伊也讲着爱用新的思维来抵上帝新的问题，所以爱用新的时代的想法来领受上帝伫新的时代内底所想事的问题。然后咱嘛看到，阁有3个异地的事件，一个是管会堂的查某囝，咱伫顶礼拜嘛有讲到，
讲无共款版本的圣经伫遐，伊查某囝死去的时间无共款。有诶是伫伊甲耶稣讲的进前就死啊，有诶是一个是伊耶稣甲迄个人讲话时死，有诶是讲了的是迄个囡仔较死，但是另外一个是犯着血漏的，所以伊的信心讲，我若会当摸着你的衫裤啊，我的病就会好。然后佫有两个青梅，就是今仔日咱所读的。但是所有的物件，拢聚集伫同一个所在，就是照着恁的信心成全。亲爱兄弟，当耶稣所行的神迹，耶稣的作为，已经通过咱的经验、经历，甚至伫咱的目睭前，互咱来看见的时，你敢有拢总相信？有时咱甚至已经伫上帝应允咱的祈祷的时，咱会还阁伫迄个中间来怀疑我所行的、所做的，到底对毋对？然后今仔日咱所读的圣经，最后一个是治好一个婴教的。马太福音第9章33节内底，伊讲着一句话，伊讲：伫以色列中袂捌看见安，意思就是即个物件毋捌发生过。亲爱的兄弟，那伫咱生命中间，这个事件是毋是还阁在发生？是毋是伫一个信仰的群体内底，咱嘛会当伫遮来见证着上帝真大的恩典，是施乐不止伫个人的身上，嘛施乐伫群体的身上。伫即礼拜，顶礼拜有开中会，顶礼拜开中会，大概是我来到遮开中会内底上界欢喜的一摆，因为即摆去开中会，伫即个礼拜堂内底来开，只个是一个新的礼拜。我常常伫即个中间，拢会看见讲，来遮开中会，中会内底所讨论的事，真侪拢是教会甲教会要合并，也是讨论着薪资的问题，讨论着牧师的问题。所以对我来讲，有真侪负面的比正面的较侪。但是伫即摆开会中间，互我重新去体会到一个真特别的事，因为上帝依然伫咱所活的即个新的时代，在做奇妙的事。即个上帝毋是一个个人的上帝，即个上帝是一个群体的上帝。即个上帝毋是咱教会 Burnaby 的上帝，即个上帝嘛是咱中会的上帝。因为虽然伫即个中会内底，有的教会表现了亲像无介好势，四间教会在讨论要安怎关，结果要关的时，佫关袂好势，因为人无法度安置好势，去别人的教会聚会，安怎聚会都拢袂顺，所以后来伊佫倒来家己的教会讲，无咱佫想办法。这是伫中会内底已经决定讲教会要关起来。要将一间教会会友分配到另外3间教会去聚会，结果无拍算伫遐聚会了，轮一轮了，倒来讲，甲中会讲，先暂时毋通关，因为安怎找拢找袂着原来迄个教会所互人去追求上帝迄种感觉，所以4间教会。全继续，搁找到一个lay pastor， 全伫遐要甲伊受训练，然后用另外一种的方式要继续聚会去。今仔日咱的上帝，有时毋是个人的上帝。即个毋是个人的上帝，意思是，伊是一群信仰团体内底的上帝。马太福音第9章有一个真特别的，就是伊的信仰有可能行伫一个人、2个人的身上。总是当耶稣在问讲：“恁有信无？我会成即个事。”伊所问的是问所有的人。今仔日伫咱的中间嘛是安尼，耶稣伫咱生命中间所行的，有可能无照着咱的时间表在做。我看见关的教会比开拓的教会较济，心也艰苦。毋知咱敢有人知影？
咱的中会所开拓的最后一间教会是对一间？中会内底所开拓的最后一间教会是对一间？就是一间，就是一间10年前所开拓。咱的教会伫即个中间，也有真济的计划，有真济人有真大的意向要向头前来跑走。总是有可能伫迄个中间，互咱亲像超找阁找袂到。但是我重新伫即个圣经站以及即间教会中间来体会，伫信仰群体内底的上帝，虽然伊会恩典，但是伊无无事，伊绝对无互伊的百姓、伊的羊群来开窍。伊绝对无互伊的计划伫迄个中间全无去，总是伊伫迄个中间也继续咧甲咱教示，相信咱着要成即个事。即间教会是 Central Presbyterian Church Vancouver， 足大间，伊外口大间是安尼。这有可能是咱进长老教会伫 Vancouver 内底。上界新、上界大间的教会，伫进前嘛有可能，因感觉讲因起袂起来。当阮伫遐开中会时，牧师有伫遐来重新来讲起即间教会历史。因讲因即间教会对几年到几年，因足济人，但是后来经过有一段时间的时，因教会所定的目标就是 survive， 什么意思？爱活落来，教会爱活落来，因为得要袂使啊。但是因伫迄个中间，因教会所定的目标就是爱活落来。但是一直到最近几年，因后来重新去定一个计划。因迄阵真趣味，因讲定计划讲啊，因爱青年人来到即间教会，亲像阮共款安尼来敬拜。注意听哦。因爱青年来到即间教会，像阮共款来敬拜，意思就是因爱青年亲像伊。但是后来因改变即个方向，因讲，互阮会当甲青年人做伙来敬拜。一直到尾啊，因改换因的方向，因对 survive， 然后改换到丰盛、丰盛。所以后来伫因定迄个目标的时，规个教会全重新去活起来，然后最后伫因的计划内底有即个礼拜堂最后形成。好，各位要现到，亲爱的兄弟，伫今仔日即个时代，上帝有权在掌管。伫马太福音第9章内底，咱所看的每一个事件，拢是上帝在掌管。通过主耶稣所行、所讲、所宣告的，互人看见上帝的权能有权伫伊所徛起的时代继续在行。但是今仔日我嘛要伫即个中间讲，上帝有权在掌管，因为伊也互我看见着伫一个中会中间，亲像要有4间教会要关起来，总是上帝伊搁开着另外一个教会，亲像即个，伊搁继续行。照着信心来成就，是耶稣伫遮行神迹一个真重要的依据，是咱的信心。咱敢有想讲，咱是即个中会内底所开拓的最后一间教会？咱敢有想讲，咱伫即个开拓的教会中间，要安怎来行见证上帝的恩典？咱要安怎伫即个中间来聚会？咱要降服伫上帝的大能的中间，看见耶稣伫即个所在，重新来行神迹，丰富伊的子民，丰盛伊的教会。当咱今仔日开始准备要来提名咱教会长老的时，咱敢要重新来想到，耶稣不只是伫即个群体内底的上帝，伊也是个人的上帝，伊也是应允伫你的性命，伫你所行的路讲，我的囝，我要用你，我要护掉你，亲像我护掉马太一样。我要改变你，亲像我要改变马可一样。我要互人伫即个中间，经过时间的变迁，来看见着上帝的作为，
然后要见证宣扬、修挂上帝所赏赐的恩典。今仔日咱伫即个中间，咱敢有嘛亲像今仔日圣经内底所记载，你信我会做即个事吗？你信我嘛要互即个中会内底所设立最后一间的教会，也要食做一个永壮的教会。咱敢有伫迄个中间悠然提出咱的信心讲主啊，我信。然后咱要伫遮看到上帝的恩典伫遮来成就。亲爱兄弟，咱信的信仰徛在伫对。咱有可能是亲像马可，是一个真个人的，是巴拿巴对耶稣。但是咱嘛有可能是亲像马太福音内底记载，是上帝通过耶稣示落伫所有的犹太人的心上。所以，当伊咧问这个问题，讲你信我会做这个事的时，咱的教会敢有相信？这间教会真特别，因为伊的楼骹是有另外一间韩国的教会，然后伊的楼顶教会到遮，然后有楼顶去顶悬的这个部分，伊是徛家。迄个徛家是教会，建筑的后壁，阁有一个亲像幼稚园安尼，咱教会内底幼稚园，但是是教会咧建。我一直咧想，假使上帝会当透过一阵300人咧礼拜的教会，互因成就即款的大事，那安尼？咱敢有伫即个中间共款嘛相信，上帝要透过咱的手，要互咱伫即个所在来起造属于上帝，要互台湾人伫遮徛起聚会礼拜的圣城。咱是毋是嘛有迄个信心？伫遐咧讲，上帝啊，当你应允我，要互我伫地面、伫地人，亲像伫天人的时。阮要伫即个所在来看见你的旨意伫即个中间实现。咱是毋是嘛有迄个信心？咱家己来讲，当咱要伫即个中间，搁一摆来选长老的时，咱要互相伫遮用选出来的长老，成做咱教会的调整，三甲共心来起造属于上帝天顶所要起造的圣城。要实现伫咱地面上，愿咱伫即个中间重新搁一摆来看，愿咱透过上帝所行的心业，伊所行的困难，也施落伫你我的生命的中间。愿咱伫即个中间来看见上帝恩典实现，因为上帝要有掌权，照着信心成就，咱要降服伫上帝的大能，然后要见证。宣扬修化，你信上帝要伫咱的中间做这个事吗？你信上帝要重新互咱的教会伫这个中间，透过长老的选举来看见上帝的荣耀。咱三个来祈祷。听阮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互阮伫进前伫马太福音第9章的中间所读到真侪耶稣所行的神业、医治，以及所行的权能、赦免，你也要行落伫阮现在、阮的时代、阮的所在，以及阮即个群体中间。主，假使你若呼召马太，阮确信你也要伫阮的中间。呼召受你找用的长老，假使你伫阮的中间施行医治，亲像两个青梅伫遐来得到医好，阮确信你也要互阮看见你的荣耀。主，假使你伫阮的中间，要搁一摆来施行大权力，阮恳求你，将你应允阮。伫天顶所起造的圣城，伫今仔日
要起做伫阮的中间。主，互阮每一个人拢愿意成做迄个石头，互阮每一个人成做迄个条石，互阮每一个人拢领受你对阮的感动，然后阮要成做起做即个教会的一部分。主，愿你的恩典、快乐、喜乐伫阮每一个人的身上，愿你伫阮的中间成就大事。安尼祈祷，感恩，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